宇真哥，雷总好。樊律，杜小姐，电梯来了。雷总，您的专用电梯在那边。我不能上这个电梯吗？樊律，你不才刚刚从那电梯下来吗？你要去哪儿？哦，我的车钥匙落在办公室了，我去拿一下。你不上来吗？我就那么可怕？我一来电梯都不敢上了。宇真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昨天晚饭一结束，魏总就让他的秘书把合同给我发过来了。怎么样？你的事情我够上心，够给力吧？可以啊，樊律。都知道魏总是块难啃的骨头，你刚上手公司的业务，很不错，继续。有你这句话，再辛苦也值得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昨天自己先走了呀？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害我瞎担心。昨天晚上顺道送个人回去，回去太晚了，就没联系你。是谁这么荣幸能让我宇真哥亲自送啊？杜小苏，你昨天晚上回去没事吧？我挺好的呀。不是吧？你昨天送的是小苏？昨天晚上顺道看到杜小苏在路上走，就送了他一程。我说呢，杜小苏，你昨天跟那儿磨磨蹭蹭半天不走，原来是等着搭宇真哥的车呢。哦，不是，只不过是碰巧而已。碰巧？上海那么大，成千上万条马路，你怎么就这么幸运能碰到宇真哥的车呢？喂，对不起，雷总。樊律，你看，电梯都让你给说怒了。杜小苏，你不会是对宇真哥早就蓄谋已久了吧？我说呢，宇真哥怎么对你这么上心呢？我怎么愣是没发现身边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孩呢？行了，樊律。